坐火车到德产，文录音苏彦德。12月19伫罗德车头坐9:25罗南的火车，今仔日要去屏东的客家小城德产。伫月台等车，冷风微微吹，台湾澳直有寒天的气味。边仔坐一对外国情人，我愿也写作。愿也听因在谈情说爱，感受谈恋爱的汤甘蜜甜。随往冷风呼呼吹，迄个外国查甫的，也是穿短袄的。爱情的热度真是热火烧尽九重天。上车臭拄坎，迄个外国查甫人坐伫我的边仔，我有感受伊火热的心。到公山站。我让位互伊的安娜达甲伊坐做伙，车到左营软落地下，自高雄铁路地下化，加设真侪新站，亲像内围美术馆、火山、三地厝、民族科工馆、正义，这拢是早前无的新车头。火车到后庄充满黑暗。车窗外竟然有日花啊！日头光在甲旅客的手。九脚塘是高雄市罗南上尾站，火车驶过高屏溪，目的处是屏东县的第一站。按第2站的屏东开始，火车高架伫顶面，甲高雄铁路地下化形成对比。目的处屏东归来联络西市。德产到啊，紧落车。铁路虽往高架，毋过德产旧车头的站体悠原阁保留。真可惜，李秀云纪念馆已经互铁帮隔开。理想一龙的日文图书馆也大门锁掉咧，无开放。过去青影的面貌，哪像谢幕的老人？青春无回头，互人心酸酸。今仔日伫德产拄着2个贵人，一个是屏东县观光局的林雅慧小姐，随往干那我一人，伊嘛足详细甲我绍介德产的过去点点滴滴。一个是自助餐的头家娘，中昼伫一间自助餐食到，开60块，互我食到饱。头家娘是客人，真亲切。做人阿莎莉，伊看我用罗马字在书写，问我是毋是对外国转来，佮甲我讲德产有一个足特别的砖头嗲串，食饱要离开的时，佮送我一罐良心茶，真正有食佮有粒。要离开德产进前，照例为德产火车头写一首诗，顺续写一首。客家小城送互德产，德产火车头，李秀云纪念馆互地墙气墙隔断，纪念馆的相片无人烧照问。地上一龙日文图书馆已经拍远，外口干那剩互锁头禁锢的大门。阿西亚上南边的日文图书馆，像沉落海的一头闪会伫遮流连。葫芦茎仔点点在哀怨，车影的过去，啥人替伊伸冤？德产车头有济过客来参观，毋过早前的风采已经变款。2024年12月19，德产火车站写。德产客家城，德产城文物城，常常敬字亭留名。文化资产的大城，先人脚热伫遮行。德产城、资产城、德产车头结亲城，古式建筑长时行，保留资产全民赢。德产城、彩绘城，美伦旧街真请赢，二轮旧街上出名，休闲散步的街亭。德产城、咖啡城，美伦咖啡有品名。订斗内外世界行，情人约会的大厅。德产城、美食城，客家咸面有名声。
大话菜色上好食，米粉袂加叫阿娘。德田城、客家城、屏东客家的小城，客家乐队中队赢，有闲请来德田行。诗写煞，甲观光局的李小姐说 goodbye。任期后，坐13:39上北的火车回程。